是中华口音。换你唱啊，创啥困哦？我袂晓唱这条你不要啦，唱这条，来你唱一个甲中华有关系。甲中华有关系。对啊，咱顶一集结束的所在，就是放伫咧口音的部分。哦，你唱一个阮中华的口音来听看觅咧。哦，我想一个哦，想较紧的啦，紧，好，欢喜就好。倒位是中华的口音。问我到倒北来有啥法宝？原来其是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。这个开场，实在是毋知要哪接落去才好。好啦，欢喜啊！好啦，欢喜就好啦，安尼就互咱继续接落去。过来就是中华人的特殊的地方口音啊。你定定听啊，我定定咧讲啊。嘿，来来客气啦，演正腔啦，免咱讲朋。友啦，对，水哦，就是演正腔。迄天嘛有一个网友就讲，我的口音就趣味。伊迄天问讲我嘛有听阮老母咧讲，伊就伫 IG 问我讲，敢会使念一遍互伊听。结果我过一年才发现呢，我一年了，要听哦，我过一年才会呢。我迄天就甲伊讲，演正的机啊变。练电对，像阮的朋友啊，还是讲你食烟尘无？对烟尘啊。我讲呢，我进前拢无感觉是安怎，因为阮园林嘛，还是永靖的，还是田尾，拢迄个腔，对，是尾来台北了，去互讲你音你的音来怪怪哈，人拢讲摕伊啊来坐，你人打伊啊来坐，对打音啊，对音哦，啊，像迄过来就是鹿港腔，你知无？鹿港腔我定定听阮老师讲啦。对，其实我的口音嘛算淡薄啊，鹿港腔，对，因为你有一寡音是转海的，都啊，海还是讲都啊，你要去倒啊？对，啊，你去遐要创啊？冲啊，从啊，系呀。哎呀，还要听起来敢更当位。无，因为有的口音无共，伊会讲海啊，有的是讲哈，哈，对，嘿啊听无伊讲哈，无阮是讲哈，哈是对的意思。对哦，，报道报道腔就是你要食鸡无？这时阵就该 call out 迄个人，你知影阮 call out 像无？毋知咱就搁来甲伊修啊，等下 IG 线拢搁甲伊摕过来。迄个报道的朋友哈，迄个报道的朋友，你知影我咧讲啥无？最近伫咧田尾采集扛棒的迄个人哦，啊，我知，关心你放牛的所在。迄像你甲伊叫者，换你甲伊叫者，阿姐咧甲你叫，啥叫？哦，啊，过来下头腔。小头腔嘛最趣味的，对小头腔其实讲，要来阮兜食巴拉无？对，哦，一般人会安尼讲。无啊，毋过小头腔咯，来阮兜食巴拉喂。喂，啥物拢无遐爱喂悬啦，咯，拢食巴拉话、西鸡话啊！你若要甲即三个腔全部合起来，阮就是水龟话。水龟喂，真诶呢，水龟。因为我高中的时阵，就是阮同学拢是中华是错啊，尾啊一工仔毋讲，行水龟啊，水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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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，水龟话，来食喂，来食话，食饭话，一定爱甲喂就对啊。有够喂，这就是一个口音。真正有够迄个喂跟。台南人讲，若袂爽你，迄是共一个意思啦。啊，迄喂敢有音的差，有的人较悬，哎，有的人较悬唱。来这话。你若譬如讲，你对即件代志有充满疑问，伊的音就会较悬。譬如讲，哦，等来喂，对哦，啊，你若较肯定的，就是来来这话。食喂。哦，对，了解，对，一个音会当我声调会当表现出真济感情啦。真济情绪。了对解。好，过来就是转台湾，你创啥啦？创啥？转台湾上少放红台甲的关系。你毋知啊？真的，有讲哦，有够新鲜呢。通就定了放的，啊，毋过拢无风雨。哦，阮有够新鲜，因为吼，阮中央就一个山炸掉，中央山咩？啊，因为风台拢过袂过来嘛，啊，逐个人也讲，迄风台哦，你看花莲台东迄边偌严重，对逐个拢咧放风台假，阮拢永远大家咧拢袂放。落雨啊，阮拢无代志。
无代志嘛，无通放假。嘿，中华永远拢安尼无风无影安尼。对，所以迄一年就是拄咱西海岸来的迄个风台，就是造成足严重的。对，因为阮拢无想着讲会遐严重。对，阮老母迄当阵嘛，定定咧，阮阿公阿嬷，阮阿公阿嬷定咧讲，阮园林啦，淹水吼，全台湾差不多就沉落去啊。啊，毋过迄个真正淹水，车头迄附近拢淹水。我甲阮阿嬷讲吼，咱淹水台湾袂沉落去，因为佫有中央山脉，迄大山顶的还袂淹掉。啊，你甲阮桃园拄好倒冰啦。哎，恁就是伫咧较北边啊，会去互迄风台尾的范围烧掉。好，安尼即马伫要开始有风台季节啦。嘿，对，大家嘛是爱好好做准备啊，若无风台来吼，袂赴哦。对。好，哦，过来即条小编嘛有啦，小编嘿，听讲汤本人嘛有摕着，正经诶，真诶。我汤圆拢摕着，你甲讲。可能规台湾拢摕着。无啦，我会记迄年是因为迄灯会元宵的灯会，敢若办伫鹿港鹿港，啊，阮就去遐看，啊，就摕迄袋仔转来。哦，啊，就是但是我嘛真侪台中的朋友，因兜拢有摕着啊。奇怪吼，咱中华物件，咱中华无摕着。而且伊个有版本的，你知无？对。伊的杯啊，有诶面顶是立法院，啊，有诶面顶是县政府，对，版本做做诶。对。哦啊，敢若无讲题目吼，听众朋友听无。听众朋友啊，恁又看卖啊，大家人拢这是啥物咧？好啦，就是咱市长。馆长，阮中华馆长馆长，之前搁要选某某党嘿，某某党的主席。我就敢若要义阮园林市尔，园林市哈。好，过来讲完了哟。系啊，道别园啦，好啦，道别园的诗人的产物，伊是自称诗人啊。无啦，迄是拢阮阿好的啦，因为伊面顶无写伊是诗人。伊送的遐物件面顶拢有一寡诗，一首诗我有看到。对。啊，伊早连迄咧宣达一寡政府咧做的政见的物件嘛，是拢有遮的物件。哦，好，就是我感觉伊是上早迄文创上对，因为中华文创的先祖。好，过来，就是可能阮桃园嘛有啦，啊，毋过想要知影中华迄怪名的美食。啥物鸟鼠面啊，乌狗面啊，乌狗面、赤牛面啦，吼，孝康面啦，孝康面，系啊，足侪，啊，佫有像阮中华的名产嘛，美食是肉丸，所以阮的肉丸就佫有足侪无共款的料理的方式，譬如讲你肉丸啊，放互凉就变凉丸，啊，你肉丸内底吼，你啊外口啦包蚵仔就变蚵丸，包蚵仔，对。蚵仔签，也串签，然后包甲肉丸包起来，对，好食。是哦，我看迄 YouTube 无人去食迄种的呢。正经爱食，啊像阮中华啥物拢会使甲素食有关系。对，肉丸会使食素的，啥物拢会使食素的。对，哦，袂歹啊，即马拢会推广素食。你知影崩皮面是啥无？崩皮就迄崩皮啊。对啦，崩皮就是崩皮啦，崩皮是猪皮啦，对，猪皮摕去煎吼大呢，但是你要煮面时，你嘛是爱个，你煮面了就是甲伊压起哩，压起来伊会吸水啊，对，你食的时阵就是伊会素汤，有的人介意就是来就是先甲迄崩皮食掉，伊就介意食酥酥的，啊，有的人介意浸一半的，啊，嘛有一派是浸软软的吼，啊，咱就是尊重大家的自由啦。我爱食浸软软的。哦，真诶哦，安尼我感觉迄咱要分手啊，咱要分手啊，搁要整啦，无啦，我毋敢食崩皮啦。我毋敢食崩皮啦，啊！你知影拉面是啥？什么物件？拉面，更拉的拉面吼，毋是拉哦。无诶，阮园林嘛有一个物件蛤蟆面做有名啦，啊！但是阮是拉面，啥物拢无啊，就是内底的韭菜，啊，佮有肉骨汤，啊，佮面无啊。安尼尔，无啊。毋是韭菜面叫什么拉面？无迄韭菜干一丝啊尔啦。啊，无道理，就是食面尔。对啊，就食面。拉面尔，啊，像你看我毋敢食韭菜，我头家买菜，我喜欢是一个汤甲面，无啊，无啊，就一碗汤啊，甲一个白，即个油面啊。啊，毋过外地人诶，拢会听着遮个怪名，都会想要食看觅，紧张啦，尤其是看着迄鸟鼠啊面。对，然后想啊，
你面内底有鸟鼠啊？无啦，毋是啊，喂，对，迄拢是怪名，就是原里有做者迄真趣味的，毋是真趣味，是真好食的物件。像迄啥物玩家有无？有来做者解。啊，过名拢怪怪的。对啊，像迄耗子嘛，阮彰化人啊，就是咱即马导览先生的主持人哦。来北边考试，导览先生是当时报出。每礼拜四甲拜五的暗时8点到9点。我就是你讲袂出。做广告好无？好，过来继续。过来就是进前迄足有名迄中华，中华保险顺德宫。顺德宫。就是迄个帽啊！你讲一顶会画价啊破万哦。进前，即个新闻拄出来的时阵啊，迄真正有一寡小摊的呐，拢会去庙遐摕啊，摕就叫网络面顶咧卖。对，有一寡国外的人毋知影，是讲因无法度来的，真正就是会买迄足贵的，因为对国外人来讲，因感觉因为顺德宫伊迄是赤绣的，因感觉迄个字就是就就是因为感觉讲是较手工啦，嘿，较稀罕。我都系要讲。文化吧，较手工较稀罕啊，因为你也像讲，即摆的人其实拢是印花起嚟的嘛，对，因为迄顺德宫因的无啊是刺绣的，赤绣，对。我嘛有一顶啦，毋过我想讲，我迄当阵去就是关者添者样样，都一顶无啊。其实迄当阵就是比赛了后，尾仔伊就是有转来嘛，冠军有转来，尾仔迄年伊就有关油香，迄当阵就有加做几啊顶无啊，即摆去嘛是共款。我印象中是拜添油香就会使添油香就有啊，毋过在一寡较小摊的在地人，因就会挑工要摕这来卖。对，但是小龙花主管，但是嘛是建议讲，就是添油香毋通想讲关迄10块50块，你就摕。其实无要紧啊，因为标你是无要紧，但是伊一个就是我感觉讲，若是成本我是会关100啦，我是会关100啦。咱以善良的心，去做这件代志，安尼较有意义啦。对。好，过来，都毋是我要问的问题啊。过来就是我要甲你讲，阮两个要甲你讲一寡，就是阮感觉足趣味的，就是阮中华的内战，真正是战袂煞，战袂煞，啥物拢会使战哦。对，譬如讲，阮头拄有讲到的鸡卡档就会使战啦。鸡卡档敢是迄台中？无啦，台中要安怎讲比？甲阮袂比字啊，袂比字啊，该遮里吼，袂老美。啊是做起来无共款哟，无共款。每一间的口味拢无共。对，因为有的是较甜，有的是会咸，有的是用烘过。对，所以每一间的口味无共。有的是料增加甲你加掉，有的是增加老咧，有的是增加就是这叫啥脯哦，脯叫啥？什么肉？吼，想袂起来，佢哋就是有的就是伊的骹处理甲清气，有的就是伊规个就是那呢果冻咩人讲啊？果冻代，就是伊的有的是像冻安尼，就是像冻安尼 Q 嫩啊，对，看无骨头，对，有的无骨头，有的无骨头，有的骨头会处理掉，有的是有，有的是规支个有连迄，就是较面顶即过，但是有的我讲的就是有的是冻，有的就是鸡皮迄种的，我毋敢。你讲伊伤复杂啊，咱直接讲吼，你拢食倒一间啦。我食山骹迄间诶，我是想要问讲，中华人较介意食倒一间已经对吗？你别再讲这拍讲在比掉，比掉，说迄落诶。嘿，若有人想要真家己去美术遐找哈。好，鸡卡档，对，像鸡卡档就会当内战啊，过来就是像迄溪湖。你知阮溪湖的特产是啥无？毋知。你一个提示，甲公山共款。哎呀，羊肉，对，羊肉咯。毋过主持人毋知，其实阮溪湖羊肉咯才是正港诶。哟，对，笔记起来。你要来阮溪湖食饭啊？毋过，而且若讲到溪湖啊，伫阮中华一个最特别嘛，最趣味诶现象就是，其实溪湖是阮中华诶正中心。对，正中心。啊，以溪湖为界，吼，西边迄个做海线，东边迄个做山线，对，面顶会叫南中华，面顶会叫北中华，下骹会叫南中华，对，安尼哦，你甲你互你又看卖园林是南，对，园林是南，而且是山线，伊二水的，二水我又是北，毋对，头拄讲我台中，去搭你。国中老师，国中的地理老师，会是咧。
中华人搁要种偌地啊？对，袂使讲阮是南部，阮是中部。对，阮是中部。我无讲，我无讲。阮会起噗噗咯。像 KO 就是伊就是遐有足侪间油马路，啊，大家拢会去争讲啊，阮的上好食，啊，阮的上老店安尼。你看一个 KO 有油马路就会使争。啊，敢是遐有饲羊啊？其实伫古早遐是正经有饲羊啊，啊是因为讲阮中华人免哪讲诶，就是以前吼较无物件通食啦，饲啥食啥安尼啦。对，饲啥食啥。哦，啊，饲猪食猪啊，饲羊食羊安尼啦。对。啊，我本来想要讲这物件，毋过想要讲好啊。啊，过来就是像迄田中，你要买花，毋通走去田中，想讲伊就写田中，想说田里面有很多花，错。想要买花，爱去田尾。哦，好，田尾。我之前有捌伫花坛嘛，拄过一件代志，就是我去花坛诶超商买物件，啊，出来时阵就一台车头叭伊有问讲，歹势啊，咱借问者吼，咱迄花坛诶公路花园要位倒去，我讲哈，啥物？我花坛无公路花园啊，你爱去田尾啦。但是其实花坛真正有花坛看。对啊，就是安老路，对吧？对，伊遐有一头花，啊，搁有迄鸵鸟的台语叫啥？德教，搁有德教通看，伊遐有饲德教，迄德教的目就是大蕊的哦。啊，毋过其实花坛嘛有一种花真特别，波斯菊哦，毋是木梨。目的哦，对，嘛是伫迄安老路附近。附近。所以花坛甲田尾拢有花哦。啊，不过其实花坛甲我头先讲的迄种花，就是对，就是敢若迄口里要有花。而且讲一个，这加入细汉时阵，因为阮人细汉，啊伊边啊就是阮朋友住伫迄附近，啊伊后壁有一条沟仔会使甲跳过，会使入去就免门票。哦，对囡仔人，阮细汉囡仔毋得代志的时阵，你做会下达。即摆无啊，阮即摆感觉知影即个行为是毋对的哈。你教歹囡仔大迄种朋友毋通甲阮骂，但是迄拢是囡仔时代记忆啊，都趣味。对啊，啊，其实迄头家嘛知影，因为阮入面是，阮入去无创啊，阮就是去看道教尔。哦，啊，看道教伫遐走来走去，阮就足爽的，啊，阮囡仔就倒去。囡仔人的快乐就是安尼啦。对啊，看你破实无华，而且就是像拄则讲的啊，阮就是园林人，真正做甲中华人比的。嘿，阮三拢有法度比哦，比闹热啦吼，对，比闹热啦，啊，比啥物店啦吼，啊，比啥物车头啊，比啥物方便啦。像阮拢讲，阮遐是园林的一中街。对。对啊，进前还有一个较离谱的讲法就是哦，阮遐就是园林的西门町。这想啊，这想啊，讲，园林的风格啦，园林的风格。感觉没有那想讲因咧讲啥。对啊，因为你看迄中华迄条上路咧哇，县政府对面了，即摆已经无啥物物件。对，伊早遐就是伊早阮就是。我这样感觉，我即摆搁去，我拢感觉讲我细汉那遐高行。我以前是拄完啉者，我才去中华，啊行，你嘛知影经过两个圆环，对，圆环才过，啊而且经过圆环阵会使先去买迄麻糍。对，先食麻糍，麻糍好食哦。啊，路边佫会经过几啊间肉丸店。对，迄就是先食，啊啦尾仔才去迄个所在，啊就是去迄个所在，就是看是要买布啊，还是讲。买衫买鞋啊，对，尾有人甲伊讲哦，你在中华迄甲园林袂比值，我拢叫因来园林。因为园林较闹热啦。对啊，拜托诶，阮园林即摆已经是市啊呢，拜托。对啊，之前阮也未变市，之前个全台湾上大诶镇都是园林镇。对，我园林派。鹿港的朋友是要安那？鹿港的朋友啊，鹿港都无车头，迄免比啦。迄交通有够无方便的，迄免比。白白我甲你考试，你知影园乐路是拄倒位到倒位？园乐到园林到鹿港，对。啊，搁有。啊，毋过讲实在哦，园乐路。伊其实无较鹿港哦，无到鹿港，伊到鹿港的附近，附近尔，伊到福兴尔，就是迄个门口，可能是门口。伊就是爱搁过啦，搁过一个，但是就是沿迄准高大牌继续甲徛落去的。而且你敢知影园路路无真两三时段？对，园路路就是一条，对，足奇怪。阮中华足奇怪，啊像阮东江路，吼，伊嘛是无1、2、3时段。对，敢若后壁。对。
就是奇怪。这哪像是因为进前伫画路的时阵，就是多经的时阵用掉的，但是因为这历史的问题，阮无查，阮惊讲毋着，佮去用倒数，所以伫听种朋友你若知，会使下配来甲阮讲，好不好？阮是感觉做趣味的尔，奇怪，那也无1、2、3、4直接喂5、6、7、8。系啊，啊，你知影原集咯？原集对，是倒位到倒位？倒位到倒位来，有一原集咯，原林甲集集。哦，真正是集集咯，好像集集咩南投呢，走个南投去。对，原林就是下过一条山，就是集集啊啦。哟，啊，像讲江南路，对，你知影倒位到倒位无？江南哦，对，江华到台南，毋是，迄伤远啊啦，这一股爱比。爱比。我想有到集集，敢袂当到台南？你定定害我讲出一句。江华甲南投。对。哦，你莫甲南投，迄个南啊，去歹掉好无？我想头拄南投去过啊。而且就是阮原林甲南投真是做近的。哦，这之前我有甲因讲，因为你无伫中华读册，你毋知。阮国中的时阵，有一个做小的活动，就是拄迄百高山的山骹集合，用行到南投去。阮拢徛倒摆。我迄当阵嘛感觉做小的，即摆佫叫我行一遍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后世人即个讲来，爬一个山头南投，爬一个山，而且就是爱拄什么4百坎开始行，一直行。啊，迄当阵是透早7点集合，啊，而且你12点真正爱倒来，而且你伫这边的原林这边学校会点名，南投去到迄个什么宫的时阵嘛会点名了后，这个转来。我咧讲，迄真正是行到要死去。我咧讲，行到规身躯拢是汗。我迄当阵国中尔，行到规身躯哦，连迄内裤拢澹去。我想讲，奇怪，我是安怎活落来？即摆佫想一遍，我是安怎活落来？而且等于爸爸妈妈过来讲，嘛囡仔人爱安尼加运动吼，才会健康吼。才会健康康啊！所以你中华人一定真健康啦。即摆若是甲爸爸妈妈讲，要叫恁囝拄原林行到南投去，伊会讲阮囝会着刷，阮囝会创啥，阮囝会受伤啦吼。哦，迄嘛是伊早教好大安尼，然后我嘛是感觉做趣味的。即摆若搁做遮个代志吼，会当作是咧虐待囡仔。对，虐待囡仔。你互囡仔苦毒哦，夭寿哦。而且就是阮原林今年做一个累阵的，像啥物王景的蚵仔嘛会使累阵啊，啊，搁有肉丸，佫有分宝岛肉丸、中华肉丸、原林肉丸，连这嘛会使做。每一个店都有肉丸，而且宝岛内底，家己宝岛甲宝岛地小节，迄个阿姐佫讲着你啊，宝岛的肉丸小节，我的 IG 线都一直甲加，一直加去。甲这个。啊，佮有鹿港的肉包，啊，连寿喜米嘛会使整。嘿，寿喜米嘛会使整。啊，到底是整啥物？是整讲倒一间较好食哦？对啊，啊，人个想讲，啊，我拢讲迄间较好食，人想毋对啊，你的口味怪怪，明明都迄间较好食，你哪会当做即间较好食？啊，你拢食毋对，你袂晓食。对，所以就是安尼哦，做者会当整的。啊，佮有学校嘛会使整，学校嘛要整的，像迄。宝岛家乡吼，甲原林家乡两间都整起来啊！对啊，吼啊，落尾佫一个啥啊，就是啊，佮有恁实中啊，阮实中会甲迄啊，永靖高工啊，秀水高工啊，哎，中华高工伫遐咧整啊，整讲阮什么成绩较好啊，还是讲什么比赛啊？啊，这毋是学校迄种老师学长咧整的，学生啥物好整？学生买比吼，学生买比哦，阮拢会讲吼，伫遐咧整讲像是第一坎的学校啊，啊，你这吼。对，其实分数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咱等下讲这其他学校就要来甲咱整，无啦，等阮中华人来整啦，听种朋友啊，毋通安尼。而且佫有高铁的战争就整到台中去啊啦。对，因为高铁伫阮中华的高铁啊，伊是伫倒哩啥吼？是最南边，产什么？来。你确定是田是田中？这几天就知影是中华人，是中华人啊！啊，因为田中是伫中华嘛，算讲是南边的所在，你知道？啊，你高铁用到遐，啊，那你若像讲大中华要安怎？啊，所以中华火车头伊拢会讲吼，你若要坐高铁吼，你著爱吼为遮吼啊坐去较台中转。去乌里遐坐高铁较近咯。对，就是，伊是看地区啦，若是原林，你若伫原林，伊就会甲你讲，你就是要去倒，你可能是去。坐去新乌日，还是讲坐去倒啊？但是你若坐到后一站，就是田中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讲，田中站无接高铁，哦，你爱去外口坐车。对，啊，高铁刚离田中就远诶。
电动车哦，电电动火车头，电其实有一段有一块啊，有一段轱辘，就是爱坐车啦，对啊，了解。用行会袂到位哦。而且公车佫做恶蛋的，对。迄整点才一班，5点4点。你是毋是想讲像迄台中安尼新乌日会使安尼坐一连行过去？无行嘿，我会袂到，叫迄当阵就是行袂到，行袂到，坐火车规站就到位。行袂到，互你行3暝3日都行袂到。三工3暝，真的哦。对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安尼其他嘛差不多啊。听众朋友若想要知影讲，因为咱今日嘛讲差不多1-20点嘛，1-20点嘛。阮到时阵即篇文章会家己迄篇分享，啊，阮会就是搭伫遐，啊，互朋友知影讲，鸡啊做彰化人的100种方法会使啥物，啊，其内底嘛有真趣味。若是有其他地区的啊，阮先应征桃园的哈，桃园的哈，迄桃园的北边无人家己收听哈，伊今日去互两个彰化人欺负，桃园的朋友徛出来哈。过来应征，啊！若有其他地区的朋友，恁若想要来甲阮开讲的，用台语来甲阮全台语来甲阮开讲，讲恁地区的代志嘛会使哦。嘛是真欢迎啦。对啊，安尼即摆会使新节目啊。今仔真是做欢迎你来阮遮，甲阮分享遮的代志哦。甲彰化人开讲真是爽甲，哦，做欢喜的，做欢喜的。阮两共个，乡的，共乡的，阮两个住伫电台时阵，就伫遐唱口条啊，甲来甲本人来到现场，就是趣味甲。过看戏。对。现在做欢迎，不是欢迎，不是欢迎诶。感谢。感谢，再感谢。好，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，今年啊，互你收尾啊。那呢？你不爱个呼吁一个，呼吁恁桃园的朋友。桃园的哦，好，桃园的朋友，紧来报名。很弱，我讲弱，够弱。哦，好，桃园朋友爱记徛出来哦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祝们来，请问多谢多谢大家努力，耶！